同心协力，迈向胜利！大家一起加油，为台湾的棒球加油！这一次哈，好，再一次，好，来哈，要大声了哈。好，我们体育署要邀请，对不起，体育署邀请中职跟棒协，我们一起同心协力，迈向胜利。我们基于这样的理念，开始各项运动种类的主训赛的工作。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田径、体操、游泳、射击、射箭已经拿到20张的奥运门票。那当然，棒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种类，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跟做法在推动。那针对昨天这个棒协跟中职联盟两位秘书长他们对于这个6抢1赛事筹办跟那个主训赛的一个分别表示的看法我来回应一下事实上今年12强的这个比赛从台湾打到东京虽然这个有点遗憾没有拿到奥运门票，不过呢从整个比赛的过程跟结果我相信除了国人非常的感动以外，国际棒坛我在东京呢他们也都非常的注意而且也会问我为什么你们这次所展现出来会很不一样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2个方向第一个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辜理事长主动邀请这个吴会长来建构一个所谓的天时地利，在台湾办预赛，然后再加上人和由这个中职来负责主训赛全权负责主训赛那第二个，我们到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洪一中总教练所要求整个团队的纪律包括场上场外的球员教练的纪律，还有我们这些运科运医防护跟这个心理咨商跟行政的后勤团队那再加上这个临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洪一中总教练就是诸葛洪忠同心协力，迈向胜利！大家一起加油，为台湾的棒球加油！这一次好，再一次，好，来要大声了好，我们体育署要邀请，对不起，体育署邀请中职跟棒协，我们一起同心协力，迈向胜利。